妈，你又把这老三偏拿出来了？哎呦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专门治烫伤的。你爸那次烫伤啊，就是被这些方法治好的。哎，不，别！我们这都是医生已经开过了，这些都是治烫伤的药。哎呦，什么呀？你这不行的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啊，先拿肥皂啊涂在上面，涂完以后呢，用酱油泡，泡完以后再用清水洗干净。最后我告诉你啊，拿这个牙膏抹在上面，轻轻的涂上去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婆婆，你那都已经是土方法了，我们这个才是正规。我怎么就是土方法了？你说我儿子，我能害他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医生已经处理过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什么叫处理过？都红成那样，都起泡了。你这是不是疼在你身上？你没感觉呀？妈，我已经没事了，你别紧张了。干嘛呀你？媳妇儿，你帮我去看看我妈去。我现在去了，她只会更生气。为什么呀？她认为你的伤是我造成的呀。她呀，是心疼我，这心疼我呢，她心里就急，这心一急呢，她就呢借题发挥。凭什么借我这个题啊？她心疼我不心疼啊？而且都没事了，还想折腾出个事儿来。嗨，老人嘛，他们的担心会比咱们严重一点啊。但是你要理解，哎呦，别孩子气了啊，帮我看看我妈，劝劝她。我不去，那是你爸的活儿。哎，你爸呢？听说这几天找工作。找工作？嗯。对了，你一直找工作找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头疼。我上午应聘的工作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怎么了？外卖都给辞了？早辞了？辞了你不告诉我？雷小头，我发现你现在先斩后奏已经到了一个级别了啊！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。小姐，你已经结婚了。结婚又怎么样？哎，你又想破坏咱们的公约啦？老天哪，你怎么不烧死我呀？罪不至死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是死缓，你要是再敢……杨远平，回家。让你回家你就回家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啊？我可从来没见过我妈妈，我要是当了妈妈呀，我才能理解当妈的心情。哎，要不提前让你明白一下啊，马上要个孩子。你连我都养活不了，还想养活孩子啊？这么瞧不起人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不出3年，你爸回来了？这么快？飞呀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把我儿子害惨了，他一只胳膊差点被你毁了。哎，俊鹏他妈，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哦，凭什么一帮孩子在一块玩出了事情，就让我们家杨康一个人负责啊？还就怪你儿子一个人？你问他，你自己问问他，是不是他带头喝的酒？
怎么可能啊？啊！杨康，是不是你带头喝的酒？爸，是。你们都看看，杨康，我告诉你，你毁了我儿子的店。这个先不说，你赔我儿子胳膊。这位阿姨，我想请问您一句，是我们家杨康直接导致你儿子没胳膊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儿子是没胳膊了吗？请不要夸大事实来责怪人好不好？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站在这里说话？她是我老婆，我儿媳妇儿。哎呀，我打着车了啊，没事啊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哎，好，别着急啊。我说句公道话啊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就要面对，这样互相推卸责任是没用的。谁推卸责任了？我承认，啊，酒是我们家杨康带头喝的。哎，你儿子进医院是因为喝酒吗？那失火是天灾人祸哦，你们要用天灾来讹我们家呀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讹？本来就是你儿子的责任。行了，别吵了，我赔，我把我的命赔给你们。喂，准备下班，什么事？跟苏雪儿父亲一起吃饭。哎，你在听吗？爸，帮我推了吧。为什么？跟苏雪儿又吵架了？都快结婚的人了，还闹什么别扭？爸，我挂了，改天再说吧。你等一下，是苏德辉亲自打给我的电话，这个面子得给。我准备跟他女儿结婚，这个面子是不是也得给我啊？你怎么了？矛盾闹得很大。不说了，挂了。我不同意。多拿点就多拿点嘛，那么抠门。哎，咱们这事儿先翻页好不好？翻页啊，说的那么容易啊？这一翻页就是2万，你知道2万多少吗？是我跟你爸1年的退休金。哎呦，你们又不用出，我自己出。哼，你自己出，钱呢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本来呢这事儿就是我的责任。哎，这火又不是你放的，你有什么责任？哎，康宇啊，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。杨康能够主动承担责任，我认为是件好事。好事儿？哎呦，好事儿！那是你儿子傻，人家看他好欺负。你说你不帮你儿子，你瞎起什么哄啊你？我这怎么是起哄呢？于情于理，杨康都有责任。他不带头喝酒，你说会有这事吗？哦，那他为什么喝酒？那是因为心情不好。他为什么心情不好？那还不是因为个雷什么桃花的？我的个娘哎！你是说的哪个方言呢？联合国。这面膜，这我从香港带回来的，特别好。我这张脸啊，跟贵的东西犯客。你别逗我，这面膜很贵的。对，这是我是香港带回来的。不要了，没那心情。你们说，这个世界上有命运吗？有啊，你和杨康认识不就是命运的安排吗？我跟你们认识也是命运的安排呀。谁是命运啊？命运是自己啊。谁在掌控命运？命运他爸呀。哎，怎么又说我们家小唐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护着他。我问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你就不会喝酒，你不喝酒就不会出这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那2万应该他们家出。Do people want a big road？汪什么呢？哎，
臭小子，你说什么肉啊？杨康，老子花钱让你学外语，回来就教训老子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做人要厚道。你这臭小子，臭小子，切还厚道呢？你说这孩子，要厚道。我不厚道吗？跟你们说正经的，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这么重大的问题，我没法正经。什么命运不命运的，凑合呗啊！我不想凑合。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？你得问清楚了，我们才能帮到你啊。就是你得说具体的，说怎么了？我不开心。杨康变心了？杨康劈腿了？你们俩能不能别一有事就往男女感情方面想啊？我跟杨康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我就是不开心嘛。恋爱那会儿倒是挺开心的，就是想保留这份开心才结婚的。没想到啊，这一结婚全变样了。我说过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你偏不承认。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而是重生。好的呢，就让你进了一个新天地；不好的呢，就是物是人非了。得了吧，你们两个爱情专家，至今不是还没有男朋友？我们俩没有男朋友是因为我们眼光高。我跟杨康还是有爱情的，只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而已。因为父母的原因吗？那就分开住啊。也不全是他们的原因。那就离呗，反正也不看好你们。离？如果离了的话，能像以前那么开心，我愿意离。罗总，我已经跟他说了您不在。你先回家吧。好。进来吧。如果你的这种精神用在事业上，一定会很不错。你不接我电话也就算了，干嘛连我爸的电话也不接呢？我有权利不接任何人的电话。罗毅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可有脾气你对我发，不要牵连所有人吧。我没生任何人的气，包括你。那你干嘛躲着不见我呢？你这不是见到我了吗？罗毅，我爸爸找你是有别的事情要谈，你把咱俩的事情放一放。有事情上班时间谈，通过程序预约。罗毅，你一个大男人就算发脾气也该可以了吧？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，就算我用这种方式试探不对，我赔礼道歉，该做的我都做了。这只是爸爸想陪你好好吃个饭。上次我们谈的联合制作的项目，我爸已经同意了。这不仅仅是给你机会，也是给咱俩公司机会。你在干什么？就为了我俩发生了一些口角，而让公司蒙受损失吗？我以为这几天你会有所反思，没想到你仅仅归纳为口角，不是很好笑吗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嘛？你怎么说我怎么做？不必了，我不想一辈子教你怎么当我的女人。这样吧，约你父亲吃个饭，谈如何解除婚约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今儿怎么有空陪我啊？再没空也得抽空陪老爸呀。这么说，一结婚，姐懂事了。我是今天才懂事的吗？哪能呢？我的女儿一打出生就懂事了。告诉老爸，你这2天忙什么呢？好几天没见你人影了。找工作呀，面试啊，还有处理丈夫家的一些事儿。杨家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跟那老太婆处不好啊？我说女儿，我还告诉你，你千万别让着她啊！爸，没你这么教女儿的啊！哼，媳妇儿让着婆婆，低三下四，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啊！那你
也不能让我跟婆婆对着干呀，家和才万事兴嘛。干嘛？你还是那个雷小桃啊，懂事、通情达理，我都快不认识了。我们在一起20多年了，其实啊，您最不了解我。谁说的？我这是在夸你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夸了。谁啊？我就是要确定你的心。恭喜你，你让我也确定了我的心，取消婚约。出去，我不想见到你。行，那等我走了之后，你就等着在微博上看咱俩的私密照片吧。爸爸高兴，你也高兴。对啊，咱们出来玩，所以说呢，我本身就……走啊，进去啊。雷小桃啊，你也太能扯了吧！哎，怎么了？爸，既然都来了，就进去看看呗。要去你去，反正我不去。哎，爸！哎呀，爸，你等等我，别生气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别反复总问我一个问题好吗？郑明磊，你别以为我好欺负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毕竟你知道，罗毅那儿我是肯定回不去了。我管你回哪儿呢？该付的我已经付了。是，你都付了，可是我不要钱。这话你跟鬼说去。哎呦，看起来不沾染爱情的你还是很清醒的。既然大家心知肚明，我的工作你是不是给我安排？如果你不是那么卑鄙的话，安排工作没有问题。别用卑鄙这个词儿来修饰我，在这方面你比我出色。哎，我觉得咱们两个人应该强强联手啊。我死也不会跟你合作。女人呢，不要总把死字儿挂在嘴边上，不好。我收藏了很多咱们的照片和录音。哎，如果你觉得把这个放在网上宣传力度还不够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放在罗毅的网站上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大小姐，你不知道我会有备份啊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咱们两个人本是同类，同类就应该相互帮助，这样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有更好的繁殖，你说呢？对嘛，坐下来，让咱们两个人推心置腹的好好谈谈。好啊，郑明磊，你要玩是吗？我陪你。说为什么不找女朋友？咱们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啊？不能。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说嘛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找老婆呀？啊？那不是因为我关心你吗？给你报了老年舞蹈班你不去，给你找份工作你也不去。我这么大岁数不好找工作吧？那就不找，我养你。嘿嘿，这话我爱听。现在既然有你养我了，干嘛去找一个回来我养他？他可以陪你啊。我不用谁陪，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。那不是因为有我吗？现在我走了，你就一个人在家，万一生病了没人陪你怎么办？
我不会生病，我身体很好，放心啊。哎，你跟那个小子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就那么回事吧。什么叫那么回事儿？真是。哎呀，你就别闹了啊！喂，我是雷小桃。你说什么？周一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好好好。耶！我找到工作了！耶！干杯！少喝点儿。我不就是不小心犯了个错误吗？啊，还能一辈子不翻身啊？你错了就是错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哎，我说谁给我换了一个媳妇儿？雷小桃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就因为我把你惯坏了，所以你才这样。坏了我自己修，不关你事儿。你有钱，你要有钱的话，你妈至于唠叨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你要是有钱，赶紧把钱给我还了。哎，你们俩能不能不吵啊？不能。姐姐，人家现在是一伙儿的，你赶紧闪吧。你们这样还玩什么玩啊？赶紧回家吧。麻烦旁边的有钱人离开这桌。凭什么我走？我还偏不走，怎么了？哎，过了，要走也是你走。我还偏不走了。你说，你们三个娘子欺负我一个男人。你真男人，再见！你是不是男人呐？怎么一点不让着他？去！得，你自己呀，好好的喝吧。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你该不会是跟踪我吧？自恋到白痴。你骂谁呢？小桃。小桃是你的名字？你们俩认识啊？鬼才认识他呢。我们走。哎，捡起来。我凭什么帮你捡啊？不是帮我，是你撞掉的。就算是我撞掉的，姑奶奶，我今天就不想帮你捡，怎么着？你们俩玩什么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喂猪的小姐，要对你的救命恩人有感恩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小桃。来杯 Johnny Walker， 好嘞。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啊，那晚就是他救了你啊？不算救吧，就是顺便把我带了出来，还损了我一顿。损你？他？是啊，就说我是喂猪填河一类的女人呗。哇，他这么幽默。你白痴啊！他损我你还表扬他？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要是我能跟他说上话，我就开心死了。你就那么喜欢他啊？喜欢，可有什么用？我觉得你们还挺配的。那是，像我这么漂亮的，当然要配帅哥了。我说的不是你的外表，我是说他一看就是有钱人，这一点挺符合你口味的。钱当然是需要了，最重要的要帅嘛。要不我给你介绍介绍？其实他以为那天他喝醉了是我带他回去的，如果我们能跟他解释清楚了，他说不定会感激你，然后请我吃饭喝咖啡。没错。哎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有电话吗？没有。是。
爸，切，真没口福，我自己吃。你什么？拿过来！哎，我钱不是还给你们了吗？你说还就还了啊？你还我手机！还什么手机？欠我5万块，拿你手机怎么了？喊啊！媳妇儿，老婆，怎么才接电话？没事吧？老公，怎么哭了？你在哪儿？爱情，老公，媳妇儿，难解的谜，晕眩又美丽。我想要打开谜题，从来不放弃。情缘总是玄之又玄，若即又若离。爱与恨都各占比例，交织在一起。不知不觉爱上了你，难道一切是天意？只要想起了你，心就会飘得急。妖精，天天这么温柔就好。我什么时候不温柔了？醒了。早就醒了，就是不舍得睁开眼睛而已。你呀，怕醒了是在做梦对吧？你说你多大的出息，做个梦还把你吓成那样，还天天跟我嚷着离婚。没有我，你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你大卸8块，2份。这么狠啊！不行，我得先把你吃了，免得你去害人。我爸回来了。回来怎么了？你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。哎呀！爸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在家呀？快点坐，坐。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，只要你过得好，爸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我爸要么不醉，一醉醉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经常这也磕着那也磕着的，自己磕着回不来可怎么办啊？光知道让我幸福，你这样子，我怎么幸福啊？原谅我曾犯的错，我会一直为你等待。还知道这是你家呀？是自己的家，当然得回来了。哎，一夜没回来，还耷了个脸，耷了个脸给谁看呢？妈，他
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就少说两句啊。哦，心情不好就给我脸色看，我惹他了？他凭什么给我脸色看啊？雷桃花，你摔给谁看呢？哎妈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少说两句。他今天真的心情不好。哦，他心情不好就给我脸色看。哦，我吃他的喝他的了，这是谁的家呀？是，妈，你消消气啊。切，就是给你惯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怕他，我可不怕他。你听听看，他是不是跟我对着干啊？妈，别生气了啊！来，我去说他。哎，行，去，切，你看你那出息！媳妇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我待会儿向你道歉，不哭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哎呦，不哭，不哭了啊！哎呦，可怜，不哭。哎，老婆，好了啊，乖啊！哎，媳妇乖，不哭。哎呦，看你看。好，那你打我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呀？来，老公抱。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活干了一半，出来偷听人说话。哎呦，走，来，走。怎么回事？你叫什么呀？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个小祖宗发飙了。小祖宗？你说咱儿子？切，惹你生气了？我儿子能让我生气啊？是那姑奶奶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伺候不了。你伺候了吗？杨远平，哎，你这哪边啊？哎呀，你说，都是一家人，还分这边那边？一家人？哦，他把这儿当一家人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进了门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拖着地鞋也不脱，咔就踩过去了。他把这儿当一家人了吗？可不是嘛，全是芝麻大，还没芝麻大的事儿呢。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就别这么嘚瑟了啊！我嘚瑟？杨远平，我问你，哎，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让门板给挤了头了啊？哎呀，老婆，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坐公交车，这门给我头夹了一下？哎呦，你不说我还真忘了。我上车以后哟，咣，这门就夹我脑袋上了。我现在有点迷糊，有点疼。我去卫生间清醒我洗个头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老顽童。还没出来？还没。看见没有？吃现成的还叫那么多遍。哎，算了。杨康吃饭了。吃饭了，杨康。嘘，小声点，让他睡着了啊。哎，听见没？睡觉呢啊！人家吃饭，他要睡觉，非得跟咱们对着干。我说康云啊，咱不这么说话好不好？哎，我怎么就不能说话了啊？我在自己家里还不能自由说话了是吗？妈，你呀，就是逮着一个事儿没完没了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桃呢，是因为他爸爸今天心情不好。什么叫没完没了啊？他心情不好跟我有关系吗？但是别迁怒我呀。人家不没迁怒你吗？他呀，就孩子脾气，这孩子脾气啊，心情不好就不愿意理人，跟他较什么劲呢？过去这个劲儿就好了。哼，你们都觉得那个桃花好是吗？就我讨人嫌？哎呀，行了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！别往那个瞎扯啊，咱就事论事。行了，妈，
吃吧啊，咱们吃饭。行了，别吃了。你们不是觉得那个桃花好吗？那你们把她请出来给你们做。行了，差不多就完了。什么叫差不多啊？哦，我辛辛苦苦伺候你们20多年，到头来你们为了一个外人联合起来欺负我。谁联合欺负你？谁又是外人啊？臭小子，你什么态度啊你就这样跟你妈说话是吧？你就为了那个媳妇儿忘了娘？哎呀，行了，消气儿吧。杨康，你不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啊！行了，我看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哎，回来！媳妇儿，起来醒醒，咱们走了。干嘛？你醒醒。去哪儿啊？这家容不下你，不待了。天天这么吵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没完没了。咱们走。你要干嘛去？你给我坐下。杨康，你干嘛呀？杨康，你应该理解你妈。没法理解。行了吧啊，我们都走了，他就消停了。别这样，杨康，坐下。小桃，你好好劝劝他啊，都结了婚的人了，还跟小孩似的。你说一家子啊，过日子，难免有点磕磕碰碰。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小桃，好好劝劝他啊。好嘞。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别哭了啊，都哭了几个小时了，不能再哭了。你说你啊，这过了奔4，说话就要进奔5了，有时候说话还跟孩子似的。你除了会埋怨我，你还会做什么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埋怨你，我这是讲道理给你听。你说咱们是大人，大人就该大量大度。大人大量大度，大人就该死啊！哎，你看你，啊，怎么一说话就跟杨康一样啊？杨康就经常这么说，男人就该死。你们俩还真是一对母子。废话嘛，那本来就是母子嘛。哼，我不否认，但是今天这件事上，你做的不如孩子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你别急嘛，你听我说完嘛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跟你分居。哎呀，分什么居呀？你松开！我要跟你分居。你干什么你？你个死老头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欺负我！来，冷静点啊！哎呀，来，好好躺着啊！哎呀，滚！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别生气了。去，别理我！哭什么？别哭！就知道欺负我！我要跟你分居！哎呀！好不容易战火已经转移了，你可千万别再惹火上身了。你妈可真逗，跟个老小孩似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妈就仗着我和我爸，宠着她，让着她，耀武扬威惯了。耀武扬威，你可真会说。